这届花莲地东太鲁阁国家公园有真侪所在放弃，包括小水路甲沙卡洞步道，拢受到严重的损害，继续封禁。有专家是表示，太鲁阁因为经过大范围地动损害，可能是前恶复原。面对未来天灾变化，嘛建议要增加告示牌，增加避难指示。 结果这间的路段遭雨土石砍到，原本清清的溪床，即马只看到大量的土石。地动过了后，太鲁阁美丽的景色无坏。海拔大约60公尺的斯卡洞步道，即马被大石头带着。也有小水路、迪卡龙步道也严重受创。太管处表示，目前修复工程无法度有果。 成立国家公园之后，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灾情过了。余震比较稳定之后，那我们的相关人员还会找技师等等，才能去看那个设施的一个状况。所以修复的期间确实是还没有时间表。太鲁阁国家公园面积大约92000公顷，超过2000公尺的关山，占专区的一半，兼具山景甲险峻的峡谷景色。但年去因数百万人次的游客来遮，即马长时间无法度开放，一定影响观光。天灾啊，你也怪不了水啊，这边就没生意了。针对目前太鲁阁需要修园的状况呢，我们所有旅馆工会的会员，大家呢是支持的哦。如果政府认为里面的环境还是需要做一个检修，旅宿业者多数支持太鲁阁确认安全才开园。有学者表示，这摆大范围地动损害，真歹一摆修复。那路就放弃了后，可能有个发生的现象。未来应该考虑正式提醒公具加避难指示。就是引导游客。 进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，可以用指示牌的方式，或者是用提醒的方式，甚至用这个 APP 的方式来告诉游客，万一不小心或者是在发生同样的地震的时候，应该要到哪一个地方去避难。有学者也建议，相关单位爱确实盘点桥梁山壁破裂等状况，修复时避免大型溃疡也是爆破，尽量甲大自然环境和谐处理来稳固安全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